伦理学是研究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的学科，旨在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并指导我们在各种情境中做出合乎道德的选择。伦理学主要包括三个分支：规范伦理学、形上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。规范伦理学关注如何确定和实践道德行为，它主要探讨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这一问题。常见的伦理理论包括功利主义，认为行为的道德价值取决于其结果是否能够最大化整体幸福。简单来说，功利主义者会选择那些能带来最大总体好处的行为，即使这些行为可能对某些人造成损害。康德伦理学主张道德行为应该符合普遍适用的道德法则，强调行为的动机而非结果。康德认为，只有当行为遵循可以普遍化的原则时，这个行为才是道德的。形上伦理学则探讨伦理观念的本质和来源。他关心道德是什么这个问题，并试图理解伦理标准是否具有客观性，还是仅仅反映主观情感或社会习俗。例如，伦理实在论认为道德事实存在于客观的道德世界中，独立于人类的情感和信仰。伦理相对主义主张道德标准是相对于不同文化或个人的，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。应用伦理学将伦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实际问题中，例如，医疗伦理学关注医疗实践中的道德问题，如病人的知情同意和资源分配。商业伦理学探讨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道德责任，如公平交易和企业社会责任。环境伦理学涉及如何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中做出负责任的选择。总的来说，伦理学通过提供评估行为的原则和标准，帮助我们在复杂的道德情境中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它对个人和社会的行为准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，促使我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保持公平和责任感。